好，我哋開始今日台中早晨活動。今日早上呢，我哋有幾位都係我哋中文科嘅老師呢，會有分享嘅嚇。我請幾位老師出嚟啦嚇。好，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咁今日我哋呢個高年級嘅台中早晨呢，有中文科同數學科嘅頒獎環節，同埋同學嘅分享環節。咁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咁首先會頒發數學科嘅獎項嘅。咁首先中四級，咁由中四級嘅同學同中五級嘅同學早前參加咗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咁中四級獲獎嘅同學如下。有練天毅同學、曾令華同學、黃天佑同學、林君同學同埋范志恒同學。我哋今日好高興邀請到梁副校長為我哋頒獎，有請咁多位同學。好，有請梁副校長留步。咁之後到中五級嘅獲獎同學陳禮俊同學、藍浩天同學、林靜同學，3位都係獲得銅獎嘅。好，另外我哋學校亦都喺香港兒童數學協會舉辦2024香港數學及奧數精英賽，獲得銅獎嘅。咁呢個係一個團體獎項，咁有請代表同學藍浩天同埋曾令華同學，亦都有請梁副校長同陳副校長一齊頒獎。好，咁跟住落嚟呢，我哋都好高興邀請到其中2位得獎嘅同學分享一下佢哋參賽時候嘅心得啦，同埋一啲讀數學嘅心得咁樣。我哋有請林君同學同埋黃天佑同學。好，咁想問下林君你先啦，係啦，咁你今次獲獎後有啲乜嘢嘅感受啊？同埋你參賽嘅時候呢，有冇遇到乜嘢困難咁樣啊？獲得呢次嘅獎項，咁首先一定係好開心同埋好有成就感啦。呢個獎項唔單止係對我努力同埋付出嘅肯定，仲係對我未來學習嘅激勵。而喺比賽裏面，難免會遇到一啲嘅挫折嘅，例如睇到個題目好似似曾相識，但好似之前做過，但係又難咗、深咗，做到一半就會無從入手。咁我就會咬緊牙關，堅持不懈，盡可能運用我所學嘅知識去完成晒啲題目。因此都增強咗我嘅耐心同埋毅力，所以我覺得今次嘅比賽係一個好寶貴嘅經驗。係啦，嗱嚟緊又就嚟UT 啦，會唔會有啲心得可以分享下俾咁多位中四同中五嘅同學，可以等佢哋之後考數學科有更加好嘅成績呢？我覺得一個温數學好好嘅方法就係做多啲練習題目，因為喺做題目嘅過程之中可以鞏固所學嘅知識，特別係針對一啲薄弱嘅部分。
而喺做題目嘅過程之中，會遇到唔同類型嘅題目，有深有淺，而每種題目都有特定嘅解題方法。通過多樣嘅練習，掌握技巧，所以就可以喺考試嗰時靈活運用喺唔同嘅題目度。係啦，咁聽講天佑你都有一啲數學嘅心得想分享俾咁多位同學知喎。係啦，咁我啊想問下你平時會點樣去温數學，又或者去點樣令到你嘅數學成績可以即係更加好嘅呢？首先，首先我會先睇多啲，即係上網會揾多啲YouTube 嚟睇下嗰啲數學嘅教學啦，然後自學一下，然後可能得閒就操下啲 DSE 嘅題目，因為 DSE 涵蓋晒唔同題型同埋課題嘅嗰個題目啦，係咯，所以就係咁啦。好，係啦，咁都多謝晒兩位同學嘅分享啦。咁簡單總結一下啦，其實點樣可以令到數學成績好啲呢？其實不外乎就係上堂聽書啦，平時翻屋企做多啲練習啦。咁可能唔使一次過可能做好多嘅，但係每日做少少，日積月累咁樣，咁其實就可以慢慢進步到㗎啦。咁都希望同學之後數學科嘅統測成績可以更上一層樓啦。咁多謝兩位同學。咁之後就到中文科嘅獎項啦。咁中文科早前就同輔導委員會喺校內做咗一次校內作文比賽嘅。咁得獎名單如下：中四級4C 陳慧晴同學、4A 馮善南同學；中5級5C 吳宇彤同學同5C 呂卓希同學。我哋好高興邀請到陳副校長為我哋頒獎。好，咁中文科呢亦都好高興邀請到兩位中四嘅同學同我哋分享一啲寫作嘅心得嘅。咁就有請陳慧晴同學同埋科 A 班嘅馮善南同學，係啦。好，咁想首先問下兩位啦，係啦。咁平時兩位寫作嘅成績都優異啦，咁想問下有冇一啲寫作嘅心得可以分享俾咁多位同學知道？其實主要都係寫多啲作文，即係無論寫得好唔好，跟住 keep 住寫多啲，寫完之後都可以問下老師嘅意見加以改善，同埋平時都可以睇多啲書啦，跟住去參考一啲優秀嘅作家係點樣寫作嘅。好，咁善南呢？可以在生活中取材，因為我們考試時候寫作題目很多時候都貼近我們的生活。因此，只需要我們多留意生活，累積寫作素材，自然能在寫作時電來。好，咁又都係一樣啦。咁都嚟緊，可能今個星期五或者下個星期初都考中文嘅統測㗎啦。有冇一啲温習嘅秘訣可以分享俾同學呢？咁其實可以温下啲答題嘅技巧啦，跟住可以操多啲卷。熟習嗰個答題框架，同埋可以温熟啲考試範圍，了解個文章內容同埋語義，睇多啲平時即係比較常出嘅題型啦，都係要記低嗰啲答題嘅框架。老師會在考試前派温習筆記，我會多看看這份筆記，但除此之外，我覺得要多看平時上課的筆記，這樣才能温習得更全面。係啦，咁都多謝兩位嘅同學分享啦。咁我簡單總結一下啦，其實中文都係即係一科需要浸嘅科目啦。咁可能都係平時每日睇少少、温少少咁樣。咁至於寫作呢，應該好多同學都感到困難嘅。咁我呢個時候都趁呢個機會啦，即係分享一下，即係
以前我係點樣改善自己嘅文筆同埋寫作啦。咁我就想推介一本書俾咁多位中四、中五嘅同學可以睇下啦。咁呢本書就係邁向5星星中文寫作之路啦。嗱，唔係話買完呢本書大家就一定可以攞5星星。咁我覺得佢好嘅地方呢，就係因為佢裏邊有好多就係中學生常寫嘅文章，同埋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佢每篇文章呢，佢會講埋就係個佈局同埋嗰個技巧點樣去做嘅。咁同埋佢每一篇嘅文章都係大概可能1000字左右，亦都好適合大家去學咁樣咯。平時同學寫作上面遇到最常見嘅困難就係成日覺得冇靈感啊，唔知點樣寫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寫作最緊要就係當自己係一個編劇，而條題目就係嗰個嘅劇本。你作為一個嘅編劇，你點樣可以令到你嗰個嘅劇情符合翻嗰個劇本呢？就係靠平時睇多啲人哋其他好嘅劇本咯，將人哋好嘅嘢慢慢變成咗自己嘅嘢，咁樣你嗰個寫作嘅文筆就會慢慢進步啦。好，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度完結啦。咁多謝咁多位聆聽。好，今個早上係唔該晒咁多位同學啦，同埋老師嘅分享啦。嗱，請留意以下仲有2項嘅宣佈。嗱，本學年第4次嘅閱讀茶座將會喺今日下晝1點40分喺305室舉辦。嗱，呢一次進行閱讀分享嘅作家呢係黃天恒先生，題目係從科學角度分析人工智能發展對人類嘅危與機。嗱，席間呢備有小食嘅款待啦，咁呢希望呢係同學呢係踴躍參加。嗱，因為統一測驗同埋公開考試借用場地嘅關係，由今日開始，所有早上午式同埋放學之後嘅康體球類活動將會咧係暫停進行，直至到咧係另行宣佈為止。嗱，同學喺午式時段可以留喺所屬課室咧係溫習。好，今日早上嘅台中早晨活動咧係完畢啦，同學可以預備係返回課室。